多吃素食，很少肉食。如果有5样菜，尽量肉只有一样。还是这样多吃素食。有活到111岁的，他吃那个蛋啊，还有牛奶呢，还有豆腐啦、青菜豆腐啊，然后有蛋呢、牛奶呢，这样111岁哦，一天1粒鸡蛋哦，保护眼睛，还防心肌梗塞了，还怕胆固醇多，1粒很少了，不会了。水煮蛋又不会太腻了，也不会油炸，不会太干燥。